路德记第一章，咱要对第一节看到22节。当士师办证书的时，迄个地拄着饥荒，伫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甲伊的某两个囝出外去摩押地，迄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拉俄米，伊两个囝名马伦、基连，拢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因到摩押地就伫遐徛起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，放伊甲伊两个囝娶摩押的查某囝做某，一个名叫俄尼巴，一个名叫罗德，踮伫遐约10年。马伦甲基连两人也死，剩迄个妇人人无丈夫也无囝，伊就甲两个新妇起来。要对摩押地转去，因为伊伫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管顾伊的百姓，收拾因美牛，因就对因徛起的所在出去。两个新妇甲伊去，因行路要转去犹大地。拿俄米甲两个新妇讲：恁去啊，转到大家转去老母的厝，愿耶和华好款待恁，亲像恁款待已经死的人甲我一样。愿耶和华收拾恁逐人甲恁丈夫的家得到平安。就甲因斟喙，因就出声啼哭，甲伊讲：嘛，我要甲你三角转去你的百姓遐。拿俄米讲：我的查某囝转去啊！啥事要甲我去啊？我也会怀胎生囝做恁的丈夫吗？我的查某囝转去啊！我已经年老，袂阁有丈夫。我若讲我还有盼望，我今仔年若有丈夫，也会生囝。你也会听候因大汉吗？恁也会家己守无嫁人吗？我的查某囝。目的安尼，我为着你真在忧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因阁出声啼哭。俄尼巴甲大家斟喙独罗德甲伊放袂离，伊讲：看，你的同师已经转去伊的百姓，伊的上帝遐，你也着对你的同师转去。罗德讲。目的劝我离开你，转去无对你，因为你去遐，我也要去遐；你歇伫遐，我也要歇遐。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，你的上帝也要做我的上帝。你死伫遐，我也要死伫遐，败壮伫遐。除死以外，若有啥物，互你甲我三字，愿耶和华加倍责罚我。伊看见伊决意要甲伊去，就无阁对伊讲起。对安尼两人三角行来到伯利恒，因到伯利恒通城为着因拢行起来。遐个妇人人讲：这是拉俄米吗？因讲目的叫我拿俄米，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者款待我真艰苦。我出去的时满足，耶和华互我空倒来。耶和华已经责备我来证明我，全能者已经苦楚我。恁啥事叫我拿俄米啊？安尼拿俄米转来，伊的新妇摩押的查某囝罗德对摩押地转来，也甲伊来，因到伯利恒拄仔是起手挂大麦的时。时间交予罗俊义牧师，伊今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认同甲合一，认同甲合一，甲时间交予罗牧师。真欢喜会当来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咱三甲敬拜上帝。今仔日特别是代表教会广播社来甲大家请安，嘛表示多谢。
咱知影宣教师大成来到台湾，敢知影是什么时间？敢知影？啊，问一个甲咱较有关系，马街来到咱中间是对一年？啊？172，比马街较早来是165，迄个马雅郭医生伫台南开病院开始，所以伊来到伫台南2个月后就去互赶出去，然后伊就去到伫高雄基后的所在。高雄基后的人足欢喜，因为基后的人定去厦门的古龙寺英国人的病院伫遐看病，所以已经捌马雅郭医生吼。所以咱头壳来莫甲停止伫马街。马雅郭医生是头一个来台湾耶和福音的种子。然后3年后，伊就搁倒转来台南，这就是新楼病院的一个背景。然后咱通知影，有一个新的宣教师就结出来，这个就是巴克的牧师。巴克的牧师通讲是一个真杰出的牧师，伊嘛知影要互福音伫台湾。会当定根，安尼一定得爱训练台湾人，成做传道者，所以就伫台南设新学院。迄阵设新学院叫做府城大学，所以是新设大学迄叫做台南新学院的前身。我宣教师嘛真聪明，台湾人有。设新学院还是训练传道者。我早期的医生嘛真聪明，因拢知影，若无训练本地人做医生，这医生若5、6年后就爱倒转去因的国家休困，病院来关起来。所以有几个医生，特别是一个 Peter Anderson， 伊就写批倒转去，互英国的传道会讲用本我会当加一寡钱，将诊疗室甲扩大，我来招台湾人的青年对我来学做医生，对我我甲因训练做医生。后来咱通知影，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就发现台湾的医疗真欠缺，所以就对这个病院在训练台湾人的医生，已经出来训练了，在做医生，就甲因做检定的工作，检定合格就发一种执照，互因叫做限地医。限地医就是讲限定伫什么所在做医疗服务的工作。这伫咱台湾的医疗史就成做一笔真要紧的记录。不然通知巴克的牧师来了，伊就开始训练传道者。伫以来进前，还佫有一个嘛真杰出的，这个就是伫马雅郭医生伫其后开诊所，然后伫其后1年后，伊就已经得到5个信徒。这信徒经过咱长老会传统，敢若牧师会当洗礼，所以一定爱找派牧师来。结果派一个牧师坐船伫湖水沟就沉落去，就死去。赶紧拄死去，毋知要安怎，拄有一个对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神学院毕业的传道师，毋是牧师，伊个叫李修传道来到伫厦门，伫遐传道会报道，厦门英国的传道会讲你毋免实习你直接就做牧师，甲伊服务，派来台湾。这5个人洗礼，
这旅游牧师来到台湾，伊拄当结婚，拢无做团队，直接服务，欢喜做甲非常好。伊就伫其后设立一个叫做团队师训练所。后来咱知影国团队会伫其后3年后就搬来转来台南，把克里牧师来设新人院。这个是10年后1875年设新人院。这个团队师训练所就并入去伫新人院的中间。所以咱安尼家了解，1865年福音来，10年后1875年新人院设立。新人院设立有团队者出去传福音。早期的信徒大部分、绝大部分拢是无读册、无读册的上加阶层的人。这个人因为无读册，所以无可能介意读汉字来捌圣经。巴克里牧师就甲真侪传道者开这外国宣教师，因就开始想这个问题：要安怎，互这个无读册的人会当捌圣经？安尼上解紧的方法，就是引进罗马字的圣经入来，引进罗马字的拼音入来，拼音就要开始教。因为着要教信徒会晓读罗马字的拼音，所以就设立教会公报社。安尼咱通知哦，这拢是一个真有时间性，一步一步来。1865年福音玛雅各医生来，1875年新人院设立，1885年，安尼就是20年后，有设立2个机构，一个就是教会公报社，一个就是中英中学。中英中学设立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准备培养青年入去新人院。我教会公报社设立一个上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要杀读圣经。所以教会公报的开始，拢是印罗马字，用罗马字来印出来报纸。安尼台湾头一份的报纸叫做台湾教会公报，拢是罗马字的拼音。台印刷机为着要教台湾人会晓印报纸，巴克里牧师转去苏格兰家己去。印刷厂学刻字办迄画板，刻字排版印刷。后来巴克里牧师家己出钱买一台印刷机，把所有的字盘就送予教会公报社。安尼咱若去台南，莫干那去底食碗粿。去公报社行看迄台古老的印刷机，或者咱的教会嘛会当出面想办法，借迄台印刷机放在遮，互观光客来看，佮将迄字盘车来扩卖。无得卡，咱嘛会当去学看安怎刻版刻字排版会当来印。这是一个真趣味。咱通知影，因为逐个人会晓读罗马字，所以就进入读圣经。我读国民校的时，含暑假拢爱去教会读罗马字。迄阵教会在推动读罗马字，毋是根据年岁分班，是根据实力在分班。对字母班到圣诗班到圣经班逐个人拢真敖读，我算较含慢的。我的小弟真敖读，我的老母真严，兄哥读书，小弟就爱拍。所以我逐日我要去教会，老母互阮一角银做4寿，
我拢爱去甲人客哦，我的小弟拿乌西拜托伊读较慢的，我就会去用讲。我的小弟真后读幼稚园就读圣经班，不过拢毋知影在读啥，拢真后读。我伫爱读到国民后4年，我才会晓读到圣经班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幼稚园的囡仔摸一本圣经。你嘛会看到一个青年摸圣经共班在读，这是当时教会的形态。读圣经真做咱长老教会的基础，所以教会公布到即阵，虽然用中文在出，不过你若有在注意看教会公布，一定有2页或者是1页。拢是用罗马字来得教咱即代人会当认真来读罗马字，嘛会当倒转来，因为有罗马字才保留咱的台湾话，保留台湾话，有咱的台湾话，伫蒋经国的时代可能就消灭去。1975年蒋经国命令。其实1974年就开始命令，将所有的母语的圣经、母语的圣经、圣诗、全部没收，1975年4月，咱的总会开了，外国的代表拢总回去，有派300个宪兵警察包围圣经公会，将所有的圣经。既若是母语的，包括原住民的，拢总没收；圣诗规个拢总没收这是咱的历史上一笔真要紧的记录。咱特别少年教会公布，会当延续生命到伫今仔日，咱就会当通知影教会公布到今年已经有140周年。咱的总会到今年就是160周年，咱的公报社是140周年，这是一个真值得咱少年的日子，嘛会当通过咱今仔日大家人手里有一个资料，有一个奉献地，会当为着教会公报来奉献，这个是一个期待甲拜托，嘛甲咱大家说道谢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是阮疼惜，阮伫文字时间的纪念之日，会当三甲有心地来关心教会公报社的文字时间的发展，愿主上帝你是阮疼惜，互教会公报。伫无共款的时代，拢会当成做上好的福音的见证，会当通过文字来传达上帝你的救恩。愿将教会公报社的事工交托你的手，愿你施恩赐福。感谢你的听从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读路得记。咱的圣经内底有5本册，有5本册是真特别的册。这5本册咱拢会当甲伊扣做一个单元。咱的圣经会当分做几个单元，譬如讲律法的册、历史的册、先知的册，搁另外一部分伊叫做无属于特别，但是伊甲伊叫做圣册圣册。这5本册拢甲祭旗特别的祭旗有关系。咱若在读这5本，咱会当去了解头一本就是《路得记》。《路得记》甲啥种祭旗有关系？《路得记》就是甲收割，收割甲啥有关系？甲大寮仔祭。甲大寮仔节、甲五旬节，有无？咱头先读到最后一句话，讲
那阿弥带新妇落地转去到北美行的时，拄在收割收礼会大马，安尼这就是五旬节，五旬节开始。啊，咱若转去有机会家读到第3章，会读到那阿弥得教伊的新妇落地，得利用何阿师啉酒醉的时，软入去伊的皮孔的内面。啊，什么时阵会啉酒醉？迄就是大了仔节，亲像咱的原住民叫做什么节？丰年节同款。所以路德记甲这两个节期有关系。咱搁再读另外一本册，这本册就是伫圣经内底有一本叫《以斯帖》，以斯帖就是甲普年节有关系。这个普年节是伫纪念，普年节毋是摩西律法内底规定的三大节期。迄是另外一个节期，伫纪念因伫波斯的时代险去互大屠杀死去，所以普年节一直到今仔日，迄个节期，逐个人拢爱准备礼物，送互厝边头尾，逐个人送礼物。伫送礼物的时，拢爱是煞讲一句话：好佳哉，你无死。因为迄是准备要大屠杀，后来因通过什么人？通过以斯帖，甲国王讲，然后才改变迄个大屠杀的政策。这个是伫以斯帖记所记载。然后咱去看另外一本册，叫做《传道书》，《传道书》第箴言后壁面这本册。这本册嘛是甲罗德记同款，是五旬节甲大了仔节，真欢喜。所以读传道书，像讲我即马拢有伫信义之音广播电台伫讲传道书，传道书拢定重复的一句话，讲什么？毋通袂记得上帝赐福互你，你就会晓好好甲伊享受。若敢若会晓得到，袂晓摕出来甲伊享受，迄个叫做牛戆个空气。这得读传道书，享受除了食啉以外，享受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就是会晓甲人分享，去分享。这就是甲什么有关系？甲迄个大了仔有关系。这是咱咧读即个传道书会读到的节记。咱搁再看另外一本册，这本册就是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哀歌是咧纪念什么？耶路撒冷城去互巴比伦的部队拍入去，城破去烧掉，圣殿烧掉。这本册是耶利米哀歌的册。另外一本册，我相信咱认识青年人真爱读，读迄本册，佫拢会抄几节圣经节，写爱情的批。迄本册叫做《雅歌》。雅歌其实就是甲韩国节有关系。韩国节是咧纪念因出埃及，所以咱来看这五本册：《路德记》、《以斯帖》、《传道书》、耶利米哀歌跟雅歌这五本册，咱家己扣做伙，拢是甲节期有关系的册。咱今仔日在读的《路德记》第1章，咱知影《路德记》甲另外一本册叫做《约拿书》，这两本册纯粹通讲，这是小说，特别是《路德记》。咱知影写小说写小说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是什么？小说特别的所在，伊开始拢会写讲。有当时若咱台湾人在读的小说，拢会讲古早。
啊，其实伊伫写讲早，真可能就是伫写今仔日的代志。啊，咱知影罗德基开始伫头一句话讲啥？史书执政的时阵，伊毋是伫写史书执政的时代，伊是利用史书的背景伫写伊的时代。是安怎会安尼讲？咱若去读史书记。读史书记，咱会读到一个定伫中福的话。中福的话，就是史书记对第二章开始到17章，第2章到17章，伊在写什么？伊咧写讲，以色列人伫约书亚传入去迦南地了，传因入去迦南地了，因为迦南地是一个什么种的土地？迦南地是什么种的土地？老年老面，安尼就是表示迄个土地啊嘛，真肥，有产真丰富，会叫做赚大钱的所在。你看人的世界真清楚，人若赚大钱，啊，拢会甲上帝讲啥？上帝，我即摆够野。啊，我知影你做无用，你休困一下。啊，我若无够，我才甲你考。所以咱的上帝变做什么上帝？应招的。这嘛是我无年头出一本册，我有出一本册，我伫写我伫和信病院的经验，离开前最后一刻。其实我伫写我伫病院定拄着，逐个拢是无闲气气，啊，当送到和信病院入院伫治疗，迄个时阵，特别是信徒，才敢有牧师，若讲有，敢会当拜托牧师来？若即种的人去，我头一句拢会问讲，你伫倒位聚会？然后把口地啊，讲是安怎？牧师，我真久无去礼拜。我即摆当问讲偌久？一我起来台北读册，安尼即摆偌久？40几年。啊，你拢去倒？迄个无用事业好好，无用事业赚大钱，赚甲对好心病医来。即马在靠上帝，我讲你祈祷啊，你家己祈祷看卖。我袂晓祈祷，我讲你细汉毋是去教会，袂去甲我讲你参加过圣歌队哦。我讲你一定会晓祈祷。伊讲我遐久无祈祷啊，我讲就是你无祈祷，你即马祈祷上帝都惊着，你也会祈祷。我牧师定定祈祷啊！我若开喙，上帝佫佫是你，佫是你，你得家己祈祷。我拢定逼即种的病人家己祈祷，因拢定讲牧师拜托，我才讲好啊！我念一句，你对我念一句。真侪人拢是安尼，到今仔日游玩共款，到今仔日游玩共款，入去迦南地了。物产真丰富，教业这是上帝应允因老年老灭的土地，因一个入去，赚大钱佫嫌无够，然后迦南地人在拜一种神明叫做什么？巴力。巴力的神明就是互你的土地佫较贵，生产佫较济，人就是安尼。有就想要爱搁较济，迄个贪就走出来。所以史书记有两种的特性，你若注意读第2章到17章，定伫重复的一句话：因离开上帝去拜巴力，离开上帝去拜巴力，然后。因为因拜巴力就无需要上帝，上帝无甲因做伙，外族的人去甲因抢，
外国的人去甲因欺负，因就失了所有的一切，互人统治的下面得艰苦，就求叫上帝。圣经的作者在描写是在描写讲，上帝听因哀求的声，就找一个人去甲因帮赞，帮赞因有能力去抵抗外族的侵犯。这种的人叫做士师。所以士师是上帝拣选出来底帮赞以色列人抵抗外族的人，这个叫做士师。然后18章到21章，18章到21章，士师记的作者写另外一种的形态，讲迄个时阵拢无国王，以色列人无国王。因为无需要国王，无需要国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帝是阮的王。所以咱通知以色列民族因用5种方式来底表达因甲上帝的关系。头一种的关系是用夫妇来底表达，第二种的关系是用爸囝关系表达，第三种就是国王甲百姓。第四种就是主人甲奴仆，因用这种的方式。第5种就是牧羊的牧者甲什么羊群，用这5种的方式来表达因甲上帝的关系。18章到21章就讲什么？迄个时阵无国王，像我去接落迄句话就真趣味，因为无国王。逐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去做代志，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伊毋是照圣经的话去做代志，是照家己的意思去做代志。逐个若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安尼就真乱。咱的教会若逐个拢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咱的教会就会真乱。咱的教会若是用上帝做中心，安尼就袂乱。这就是士师记，所以士师记第2章到17章，伊在写以色列人定离开上帝去拜巴力，上帝足生气，互外国人去侵犯伊。18章到21章，特别是21章。上落尾节、上落尾句的话，就是在讲，逐个人照家己的意思去做代志。然后，路得记的作者就用这个做背景，伊在写什么？伊在写伊的时代有发生这个代志。逐个人真无爱这个外国人。真讨厌外国人，感觉外国人是真歹的人。其实伊也搁咧描写一项，就是伫路得记的时代会发生饥荒，所以开始是讲啥？伯利恒发生什么饥荒？咱遐会发生饥荒，这咧表明一项，若是逐个人无得照上帝的话去行，就会出现一种代志，上帝刑罚遐个背叛的百姓的头一个做法。那亚利米书这个先知讲，上帝刑罚用3种方法。头一种就是用啥？用战争，因为战争逐个人调去做兵。迄个时阵的战争，甲今仔日的战争无共。迄个时阵的战兵拢爱靠什么？靠人举刀、举剑、举枪去战场相战，所以这查甫人去战争，田园无人种植，田园无人种植，田园就趴远，趴远去就会产生什么欠收，安尼就会造成饥荒。咁另外一种是什么？亚利米书讲，上帝除了饥荒，除了战争过来，就是用饥荒。其实饥荒
甲战争有关的，搁另外一种是甲什么有关系？无落雨，无落雨，你就无通收成。啊，搁另外一种有落雨，落了无着时。我伫后山伫木会遐拢做事人，我伫遐学一句话，是我伫查经班定讲互听，讲稻啊伫树仔顶伫开花，捌听过掠手空吗？恁这拢无市人。稻啊伫树仔顶开花，安尼就是讲稻啊把穗还袂去割，把穗拄想要割。突然间，亲像2礼拜前，什么风台来？咱知影真大的风台对倒位就来，对布地港就来，田园拢怎啊拍落去？稻啊，拢还袂割，规个地拍落水里。搁再验一马风台一个过大雨，一个过2、3日后，日头一光一个出来，个水是烧的，还袂割稻啊，把穗稻啊还袂割，水阁是烧的，个稻啊就开始安怎？布叶，个叫做伫树仔顶伫开花。安尼敢听有啊？你看我这庄脚人教恁真济这个庄脚的故事，个册仔就拢袂食，因为已经开布叶的册仔，敢若会当饲鸡饲鸭。上帝无照时落雨，因为无照时落雨，咱若倒转去读。生命记48章12节，伊讲尊叹上帝话去行，上帝开天窗，开天窗。逐个人若想到上帝开天窗，拢会想到马利基第3章，讲你若奉献1/10，上帝开天窗，拼真济珠宝互你。我甲你讲，天窗天顶的仓库，毋是藏金银珠宝，藏什么？你拢无咧读书。天顶的仓库是藏雨水，天窗拍开，雨水照时落来。你有修成袂欠亏，毋但有修成袂欠亏，你阁会当卖互外国人，安尼你就有趁钱。所以若有一个牧师甲你讲，你来奉献1/10，上帝开天窗饼较济互你，我甲你讲会淹死。你来倒转来看《申命记》在讲啊。遵守上帝的话，上帝开天窗，将仓库的水照时落雨水互你。这嘛是诗篇第1篇。明日三思上帝话，会亲像树栽伫溪边，啊，搁来咧，照时结果子。类似是安尼，所以咱咧看。伊讲伯利恒有饥荒，恁兄弟姊妹毋好袂记，巴勒斯坦有2个所在叫做切村，知影切村无？粮仓。巴勒斯坦有2个所在叫做粮仓，头一个所在就是伯利恒，另外一个所在是亚利哥。这拢是真水的土地，才会成做什么？成做粮仓，成做粮仓，上帝有祝福。不过因为什么？因为因无信上帝，发生饥荒。会发生饥荒，搁另外一个代志，有钱的人暗藏真济，无爱摕出来分。
安尼就是囤积，因为伊有钱，无照上帝话欢喜摕出来分予人，这定定会发生，就是咧控制流失，这毋是上帝所喜爱。但是发生的是啥物？有一个家族，这个家族，这个名叫做以利米勒。以利米勒算做不利行的一个蒙族的家族。伊看世面真歹，就带规家伙，安尼移民到伫什么所在去？摩押。咱知影摩押这个名，摩押这个名，伫以色列人的观念中，摩押这个名叫做淫乱。淫乱，啥物叫淫乱？因为因的祖先是老爸甲查某囝乱伦生出来的囝，这伫创世纪19章有记载。佮另外一项，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伫旷野漂流的时，摩西捌带以色列人想要借摩押的土地来经过。摩押拒绝，毋但拒绝，落尾摩西洗一大林来到伫摩押的平原，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阵，摩押的人想尽办法，派妓女入去因的内面，诱惑因。咱知影要入去迦南地，这是一个神圣的运动，所以一定要真严肃，却是摩押的人。为着要引诱以色列人，所以派妓女入去因的营房的内面，引诱真侪人，甲因行奸淫。上帝足生气，足生气。后来因就一个观念，摩押的拢是歹。摩西律法《申命记》23章第3节非常清楚规定。摩押甲阿文的后代就是十代，经过十代，十代的意思就是永远拢袂使参加敬拜上帝的行列，因为因是垃圾人。啊，即摆趣味是这样，以利米勒带伊的家庭去伫一个无拜上帝的所在去移民遐。咱即摆搁安尼了解，摩押是一个真水的土地，真水的土地。所以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到伫摩押，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阵，有两个家族，有两个支派来甲摩西讲啥物？讲这土地遐水，阮敢会使卖入去迦南地？阮两个支派留带遮就好。摩西气甲要死去。讲拜托，摩西落尾有妥协。这两个支派就是大囝流便甲伊的小弟迦得。这两个支派后来无过去，无过去约旦河入去迦南地。摩西甲要求一人，你的兵，恁这两个支派会烧钱的兵，爱甲其他10个支派拢做伙过，占赢占领迦南地了。恁遮的兵才倒转，啊，恁的宝囝甲财产拢会使留伫摩押的土地。咱会当看出讲，上帝赐福的，毋是甲以色列人，摩押的土地嘛是有上帝的管辖。这就是耶稣伫马太福音书所讲，上帝出日头照心中人，好人甲歹人。上帝落雨水，予好人嘛是予歹人，歹人是咱得讲。上帝是听所有的人，好歹拢是咱得分的。咱得当看出，因走去无敬拜上帝的所在，看起来真好。毋但呢，伊阁有将伊的土地抵押，然后全家移民出。原来是讲暂时要徛起伫遐，无拍算一个去，两个后生就伫遐去爱着摩押的查某囡仔就结婚。
本来是暂时要闪避机远，但是某一个带，啊，得袂记进，啊，袂记进了，毋得伫遐继续生存。一口罩，你若想，一口罩，4个人过去，4个人过去，啊，加2个查某人入来，变做一口罩6个人。圣经的作者介出3个查甫人死了，剩3个查某人，所以剩拿俄米甲2个媳妇，拿俄米头一个就发觉，安尼佫大落去毋对。伊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伊住伫摩押的土地，等于是一个外国人。啊，咱咧看以色列人看摩押的人是垃圾人，摩押的人看以色列人是啥物人？同款啊！以色列人看西顿的人，看做哪比？你耶稣去到西顿的所在，有一个老女来找伊，讲阮查某囝去互鬼附身。耶稣讲一句话，将桌顶的物件摕互狗仔食，摕互狗仔食是无害去。伊讲狗仔嘛会捡桌顶落来的物件，所以以色列人的观念，这个外国人，若毋是流浪狗，就是垃圾马猪共款。啊，外国人会讲啥？讲因是垃圾的羊仔，太高羊，人无爱的物件。啊，逐个拢互相相对立的歧视。伊知影伊留伫摩押无法度生存，啥物无法度生存？因为2个媳妇拢要食少的。不过较重要，伊听到一句话，伊的故乡别离乡，上帝有怜悯，有疼惜，所以迄个所在开始阁有丰收。圣经的作者在讲这，有时阵咱会拄着无好的作物，无表示永远是无好。上帝用真侪方法在训练咱生命的经历，所以后来拿俄米就决定要倒转去。咱圣经在读，伊阁接落去讲什么？伊讲上帝看到拿俄米带2个媳妇要转去，这2个媳妇决定甲伊转去，到伫半路，拿俄米哪想哪毋对，伊就甲2个媳妇讲：恁转去，趁恁少咧，恁了会当阁去嫁翁，我已经年老。咱知圣经的时代，平均年岁45岁，咱即马平均年岁偌济岁？80岁。圣经的时代45岁，所以伊甲2个媳妇讲，伊的媳妇有可能17岁、18岁。因圣经的时代，有钱人13岁就使结婚，查甫的14岁就会当结婚。莫讲甲圣经的时代，讲我的老爸时代，我的老爸17岁就结婚，我29岁结婚，互阮老爸笑干那声好。伊讲我无路用，伊讲伊29岁，阮6个囡仔拢生出来，我当才要结婚。你若去庄卡问啊，足侪拢16、17岁结婚的，我的老爸就是。圣经的时代。你看13、14岁结婚的平均年龄，伊甲伊的2个媳妇讲：恁转去，趁恁少咧，恁嘛袂当保证恁甲我做伙，无人会袂想要来爱恁。啊，咱看到大汉媳妇俄利巴。毋肯伊艰苦劝倒去，拿俄米有应用生命记，有应用
讲生命记有一个真重要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兄弟若过身，兄弟若过身，做兄弟的人爱无生囝，爱将兄弟的某带入来生囝。咱知影即种的条例，伫今仔日是袂通的，是袂通。还是圣经的时代，主要目的是要保护即个兄弟的土地。所以，神明创世纪38章就记载犹大甲伊的新妇塔玛乱伦的一个背景，就是甲即个条例有密切关系。所以，咱通知。那俄米就用即个圣经的条例，讲恁转去，恁也会当找到适当的人去结婚。我已经年老，就是我今仔日会当嫁互一个查甫人，甲伊生囝，恁嘛无法度等甲即个囡仔大汉，宁可趁少年，恁赶紧转去。咱在俄里巴转去。路得无爱，所以16节、17节，咱若注意搭看圣经的作者写真重要的话。即个16节、17节，伊伫遐甲伊讲啥物？讲路得甲伊讲，请毋通叫我离开你。伊用咒诅的话，伫咒诅的话，甲伊的大家路拿俄米讲啥？互我甲你去。你去到什么所在，我对你到什么所在，你住伫遐，我就住伫遐。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。再来，伊讲即句真要紧哦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那你在看路得对伊的兄做伙离开的时候，讲一句话。你若看你的兄嫂俄里巴转去伊的上帝呀，转去伊的上帝。其实句话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因伫摩押结婚的时阵，伊的嫁妆内底有嫁伊的生命，会叫做保护神。伊是神煞带伊所拜的神去到伫伊利米勒的厝。所以讲倒转去伊的生命也就是讲将伊的生命本来摕倒转去。但咱看路得在讲的是讲啥物？伊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即句话是在表明啥物？我无要搁再拜摩押的神，我要对你去拜你的上帝。然后伊搁再讲一句话，伊讲你死伫倒位？我嘛死伫倒位，埋葬伫迄个所在。伊讲除了死，无人有法度互我甲你离开。伊其实讲除了死，较正确的讲法就是讲啥物？就是死，我嘛袂甲你离开，所以才会讲啥物？埋葬做伙。这是路得用咒抓的语气在讲。后来那俄米听伊讲了，就无甲伊主动就带伊倒转去。伊无拍算，等伊到伯利恒的时阵，规城的人着惊，是安怎着惊？因为迄是一个梦作。咱知酒馆附近人有迄个特别的衫，这是圣经的时代，因是安怎有特别的衫？因为因穿酒馆附近人的衫，因才会当去人的田园捡袂碎，才会当去人的果子园挽果子，袂去互人赶，会阁得到人的保护。这个是一个真重要，所以逐个人啊，人看到酒馆附近人，看伊的衫就知即个人是酒馆附近人。根据摩西律法来保护即种的人。圣经甲咱讲，因转去规个伯利恒城的人，逐个人拢着惊。因哪会安尼？转来两个查某人拢穿酒馆附近人的衫，特别一个是少年，搁一看就知影是外国人。知影是摩押的附近，所以大家讲像即件是哪俄米，伊讲毋好阁叫我哪俄米，我是马拉，
什么叫做马拉？马拉就是苦，上帝甲我救助，伊讲我风风火火出去，我空空倒转来，是安怎空空倒转来？丈夫失落，后生失落，伊的财产规个拢无去，所以第2章开始就描写罗德。像金花负一人的衫，去抱阿叔的白云捡袂输。你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读的这段圣经节，伊在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：土地甲人是结连做伙，所以罗德得甲伊的大家拿儿女讲啥？你徛伫对，我就住伫对，踮伫对，死伫倒位。这是对土地的一个认同。有这个认同，生命就会付出去。你兄弟姊妹，咱若看这个拜六，怎啊来拜六？咱来去看，咱要做一个投票，对一个立法委员。敢有真正认同即个土地？还是伫遮伫食饭，伫遮伫啉水，伊伫认同的，毋是即个土地。若毋是伫认同即个土地，就对即个土地袂疼惜，袂想要用生命付出伫即个所在。咱搁去看宣教士，咱若去读宣教士的历史。咱会去读到真侪人是将生命付出伫即个所在。你知影台湾有一个城市无去遮，知影？有人知影是对一个所在？恁使啊较接叫我来讲故事啊！玉里，花莲的玉里，知影即个城市的野手看嘛？玉里遐有一个法国来的神父叫做刘一峰。伊去街路，将遐个街友搁去遮拢嘛叫去遐。伊带遮个去遮去菜市仔咧洗涂骹。伊甲菜市仔的人讲：恁收大了，阮来洗。逐个人看到神父带遐街友去遮去咧清菜市仔，逐个人受感动。伊转去，伊发觉。伊的老爸留一笔财产互伊，伊讲你免留互我做神父无需要钱。伊的老爸讲恁兄弟啊，逐个人分平济，因遐兄弟讲，你迄笔财产，阮搭你买开，你钱带转去台湾。伊客倒来伫礼拜堂边仔，佫买一片的土地。伊带遮个家友去捡废纸、管仔，逐项捡倒来，家分类，互伊好势。然后伊互遮个家友得到的钱，互因身躯有钱，会当去细厝家己住，地免搁再做家友。内政部真感动，赏伊一张身份证。你知内政部赏伊身份证迄日，赏伊身份证迄日。伊毋是穿神父的袍，伊是穿西装，拍一条红的内裤带。玉里的人讲，老神父你今仔穿遐水要创啥？伊讲我要娶某，大家行一神父要娶某，大家街路拢一直报。啊，恁某是对一个？伊讲阮某台湾，我娶一个某台湾。伊真了活着，所以你去玉里唔好敢食油柑，你得去找老一方神父，甲伊讲多谢你听台湾听到暗，认同迄个土地。你若有去台东，你看到瑞士来的神父，你看到一个修士乌修士，伊会讲啥物？伊讲我就今年90岁，伊讲我会死伫遮，我的身躯已经决定献互啥物？献互辅仁大，献互朱济，伊含伊十
做解剖教学的路径，伊要献互主席。我讲你哪会爱献互辅仁大学？伊讲安尼，大家较会好好袂冤家。因要甲调倒倒去，伊讲无爱，这是我的土地。我一礼拜前搁去甲伊看，伊感动。对土地有认同，一个就会付出生命。刘兄弟之外，这个拜啦，你搁较艰苦，你嘛爱出去投票。你来将遐个无认同，这个土地人甲伊讲，阮无爱你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。你看路顶，甲伊的大家讲，你住伫遐，我甲你住伫遐；你死伫遐，我甲你死伫遐；我甲你埋葬做伙，就是死，嘛是无离开，所以会甲你埋葬做伙。咱今日读的圣经，伊在甲咱讲另外一项，境遇好歹，拢有上帝旨意伫咧中间。毋是逐项拢顺序叫做上帝顺服，咱定定伫顺境的中间袂记得上帝，伫逆境的中间，咱才会发觉咱实是有限甲软弱的人。这嘛是我头先在甲因讲，我伫病院定拄着，毋通互你一世人的日无闲刺刺，伫无闲世间的事。袂记得上帝伫你的身躯边，伫甲你叫，伫甲你讲话，毋通袂记得即项代志。无论拄着什么境遇，我一世人的日无离开上帝。即个是路得记，要报咱知影的一个真重要的背景。上帝听惜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做伙通过路得记的故事内底学习，愿你的神甲阮同在，听惜阮所分享。感谢你的恩典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